中秋要到啊，不过因为前一阵马祖风台两斤的产量减少，价小称悬，地处这2斤数嘛起价。婚礼的电视感觉当年拢会推出中秋饼的礼盒，限量4万粒，因为介绍会好，早就防止问了。小人无因赶工制作，阁是月饼。婚礼第2天约为10万年前，杀出中秋月饼礼盒，因为介绍是非受到青睐。今年除了蛋黄酥，还有日头棚顶4种口味，限量4万粒。为8月14号开放预订，目前已经占满订单。主要是让收容人里面去尝试的这一些月饼的制作工法，还有他们对于这一些市场的该注意的卫生等等的这些基本的技能婚礼刚表示，做月饼来卖，主要是要训练收容人会当有一身功夫，互因出嚟以后会当借着这个技术就业还是创业，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另外，今年市面上的月饼因为受到原物料起价低因素，各种月饼都有小花来调起价销。就是如果是这样来说，应该是超1成嘛，对，所以不得不涨嘛，因为整个各项都涨价，所以不涨的话，有时候没办法达成平衡啊。而且就讲，以做蛋黄酥的220来讲，今年受到顶一阵开明风台的影响，一粒220的成本提悬1到2块，各其他原物料、水电成本嘛拢起价。为了会当维持各项月饼的供货好品质，才不得已小可来调起价销，继续用为你报道。